为雷伫因。讲伊话大惊兄，天使却是对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好的消息，搁互百姓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也称作弥赛亚。这是第一个圣诞的平安暝，这是第一个圣诞的平安暝。平安的暝，真平安；平安的暝，真平安。消息那样，人类的希望已将得，金刚这个人，这个的人的心，你的告诉这。平安的真平安，平安的真平安，伊呀耶稣来世间，天国的消息不用。消息它宣扬，人间的希望它点燃。圣光啊，照光明。圣光啊，已照亮，照亮在人心上。他的故事完
有侪侪天兵天军，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地。俄罗上帝讲，伫极悬的所在，荣光归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和平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主，咱做伙甲天使三甲来宣扬。我的冬天，我的冬天，这个雷霆，那些年纪，为你为我，为你为我，谢谢君王，谢谢君王，你陪着你，你陪着你，天使天军，天使天军，报好消息，报好消息，耶稣降生，耶稣降生。破天冬天，我的冬天，能将你将，能将你将，为你为我，为你为我，谢谢君王，谢谢君王，你陪着你，你陪着你，天使天军，天使天军，报好消息，咱就来做做伙伙大声大声宣扬。报好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的世间，互你我有望，黑暗中充满光明，咱就来做伙大声呼喊，也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的世间，一切拢无搁同款，祝你生，祝你生，大快乐。耶稣降生，耶稣降生，破天冬天，破天冬天，能将你将，能将你将，为你为我，为你为我，谢谢君王，谢谢君王，你陪着你，你陪着你，天使天军，天使天军，报好消息，咱做伙起立来学咯。说宣扬，我都的消息，耶稣降生的世间，互你我温暖，黑暗中充满光明，咱就来做伙大声呼喊，也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的世间，一切拢无同款，有谁来理想，咱快乐。咱就来做伙大声呼咯！我有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的世间，互你我温暖，黑暗中充满光明，咱就来做伙大声呼也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的世间，一切拢无搁同款。这里就要大快乐，再一摆做伙来学咯。做伙大声宣扬，我传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的世间，互你我温暖，黑暗中充满光明，咱就来做伙大声呼也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的世间，一切拢无同款，所谓生，祝你生，大快乐。再一摆大声来做伙宣扬，做伙大声宣扬，我传大好的消息，耶稣降生的世间，互你我温暖，黑暗中充满光明，咱就来做伙大声呼
感谢伫世间，一切拢无同款。所谓说 Merry Christmas today。请你甲边的兄弟姊妹讲，祝你圣诞快乐，祝你圣诞快乐。请坐。主，阮感谢你，你赏赐阮上水的礼物，也互阮值得安尼学乐。阮感谢你，阮会用用敬拜音乐好打来宣扬你的降生。阮搁一摆要受到提醒，伫迄个头一个圣诞节，偌济人安怎出世，天使会惊喜，愿阮的心打警醒，会使谨慎。常常伫逐所在、逐时阵，让主神听你有电的歌。愿阮主神来听的时，会学、会学习你美好的形象。主帮助阮，也会当活出你美好的形象。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耶稣降生伫马座，是因为疼。耶稣降生伫马座，是为着疼，是为着疼。平安滚落，天比降生世间，灿烂气息，这个较无的心，你啊，耶稣。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予咱听听感冒。平安君王，谦卑降生世间，灿烂气息，这个较无的心，伊啊，耶稣。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予咱听感冒。是为着疼，亲爱耶稣降生伫马座，是为着疼，担当我罪，予我的平安，感谢天父。手赐生命的礼物，感谢耶稣，愿听救赎你我。平安君王，平安君王，谦卑降生世间，灿烂气息，这个较无的心，伊啊耶稣。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予咱听感冒。是为着疼，亲爱耶稣降生伫马座，是为着疼，担当我罪，予我的平安，感谢天父。手赐生命的礼物，感谢耶稣，愿听救赎你我。愿来敬拜，亲爱耶稣，你就是听到平安，满心感恩。圣诞，因为耶稣为救咱降生。
生命的礼物，感谢耶稣，愿听救赎你我，是为着疼，亲爱耶稣，感谢你来做，是为着疼，感动我做，予我的平安，感谢天父救赎生命的礼物，感谢耶稣，愿听救赎你我，感谢天父，感谢天父救赎生命的礼物，感谢耶稣，愿听救赎你我。感谢天父赏赐生命的礼物，感谢耶稣用听来救赎咱。主啊，阮主神伫要做的事，愿为记得你纯洁的降生，甲你降生做人奥妙的真理，也亲像你伫即个圣诞的暝。感谢你，予阮会伫你的内面，搁一摆顶头生，请你施恩包围阮，用听，用望，用和平，甲喜乐的心来装他阮的一生。主耶稣，谢谢您，主耶稣，谢谢您，亲爱天父，谢谢您，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这是吟信诗，信诗54首，请起立吟全首。说着咱来启用
启应文39，以赛亚书第2章，大家来启应。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众人的顶面，众山的顶面。比拢总的山岭较悬，万国拢会抑我来归归伊。伊。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来去上雅各的上帝的殿，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互咱通行伊的路。律法会对西安发出，上主的话会对耶路撒冷传开，伊会伫列国中实行审判，伫万民中排解纷争。伊会将刀拍做犁头。这国无搁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着来。这是圣歌队要带领咱献第1首的诗歌，诗歌是安慰甲喜乐的佳音。
煞遮咱提摩太牧区的儿童要来献咱的圣诞节的诗歌。从天上为你降生小小马槽里，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献上他自己。耶稣他爱你，所以有圣诞节，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所以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呀，不必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为你降生小小马槽里，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献上他自己。耶稣他爱你，所以有圣诞节，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所以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呀，不必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所以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呀，不必风霜，面
愿意跟规天顶阿爸爸。只是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我豆豆来读。希律做王的时，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有几来的神学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因问讲，即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会伫啥物所在？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专工来要拜伊。希律王听见，心内着惧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伊是调集所有的祭司长。伊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教师，问因讲，基督应该伫啥物所在出世？因应讲，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城市中，毋是上美色的。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就暗中调迄几个形象家详细甲因问，迄粒星啥物时出现？后来因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查问关系即个细汉囡仔的事。找到就来报我知，我嘛通去拜伊。因听王的话就去，因伫东方看到迄粒星，做头带因来到迄个细汉囡仔的所在，就停伫顶面。因看到迄粒星，非常欢喜。因入去厝内，看到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拍落去拜因，然后开因的宝盒，将黄金、乳香甲抹药做礼物献互伊。后来伫迷茫中，上帝指示因毋通倒去希律遐，因就对别条路倒去本国。今仔日咱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用主的听彼此服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搁一摆真欢喜，会当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搁一摆咱用普话声吼，甲遮个主日学的老师吼，甲因鼓励一下啦吼。咱用普话声甲因鼓励一下。看见咱的细囝日日咧大汉，嘛看见伫因的心中有无相款能力被培养出来。我相信咱伫教会内底需要更较侪会当服侍主的人，是需要伫训练、栽培、甲陪伴的中间，会当来为着教会来起造更较勇壮的团队啦吼。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吼，厝里有孙儿的吼，就爱甲带来教会；厝里有孙儿的，就爱来甲带来教会。我伫教会内底真正受培育，嘛，互我的生命会当更较无相款。我相信，咱着爱好好栽培伫咱的后一代。咱的后一代上好留落的，就是将信仰的生命留互因啦吼。求上帝赐福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啊，伫你圣经的话语的内底，阮的心搁一摆得到激励。你甲阮讲，毋免惊，你要向阮报一个大好消息，是关系伫万民的，是今仔日伫大碧城有一个红婴仔。用布包咧，倒伫马槽内，这就是耶稣基督、主基督为阮来诞生的记号。愿你圣神引带阮，做伙伫主里要诞生的日子，互阮会当充满喜乐、疼痛甲平安的愿望。阮大家听见这个好消息，阮明白这是关系到大家生命的大好消息。因为主的平安、丰富甲祝福，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诞生。主，你要搁一摆赏赐予每一个愿意来到主你面前的人，互阮做伙来领受主你的救恩，
领受主你丰富的赏赐的馈力，愿你赏赐丰富的馈力，伫阮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嘛伫无来到伫阮中间，心神有软弱的人的身上，恳求上帝你平平搁一摆来永壮因的性命。阮伫你面前，阮要常常伫彼此相服侍，带出见证主的馈力，信靠主有五望的远景，甚至带出倚靠主有平安，追求主的人有智慧的性命。恳求上帝你继续，互阮会当伫这世间为主来活，愿圣神的感动来充满阮逐人的心，互阮伫平安眠的这个主日，阮共同来领受报传福音的异象，伫至悬的所在，荣光归乎上帝；伫地面上平安，要归乎伊所欢喜的人。愿上帝你听阮的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祈祷，阿门。真欢喜，咱伫主的面前，三甲伫抬杠主日的第4个主日，也是点到所有的蜡烛，就是咱的生命中间的光，就是启示的真理，搁一摆带出有疼的愿望。这是咱伫抬杠主日，也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咱会当心存这款的愿望，来期待上帝的疼的救恩，搁一摆赏赐互咱。所以咱看见这个细囝也好，敬拜团也好。有侪人因伫备办伫圣诞节的时，就是要用欢欢喜喜的心，会当伫生命的交托的中间，搁一摆互咱众人看见，信靠主的人有喜乐无？信靠主的人毋但有喜乐，信靠主的人要伫软弱的中间，要有安怎带出有愿望的心。因为我看见即个2023年对2021年开始全球全地拢已经开始咧做无相款的变化，民众咧安怎？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安那伫咧中间安那做攻击。所以咱会当看见，甲你边仔兄弟讲，这个世间需要听，这个世间真正需要听。所以咱伫耶稣诞生的日子，咱要做伙来学习，要安怎样伫咱的生命年日的中间，用一个欢欢喜喜的心。来迎接耶稣的再来，咱的生命要得到什么款的愿望？我相信这是咱需要学习的功课。伫苗栗今年苗栗县因举办这个叫做圣诞喜所爱无限，嘛是咱前一阵咱社区的工作，做这个30个人的认领。所以关心这需要关怀的人。苗栗县这个城市，因伫今年因办一个活动，就是因认为教会就那亲像珍珠啦，所以串联这个苗栗县18个乡镇，然后结合用敬拜、用娱乐这个客人的这个会活动，然后伫这个喜所爱无限，将这个需要的资源带到伫遮个需要软弱的人的身上，总共有400位遮个需要的人，软弱的人的身上，互因会当去享受着这个疼，甚至享受着主的稳定。所以即摆呢，互侪人感受到，特别是苗栗的所在，因感触这个信徒教会的牧者，因特别感触到这种属灵的氛围，需要伫咱的社会、甲咱所处的环境来做变化。所以伫这里长，伊伫这活动的中间伊咧分享，伊特别感触足深讲，教会其实伫社会上，伊会当扮演一个足好的角色啦。所以苗栗县因有侪第一摆这是今年因所发生的代志。有倒几个第一摆，因对旧年2022年8月份的开始的时阵，因就举办这敬拜，经历5摆的第一摆，包含什么？这个苗栗县的议会举办第一届的城市祈祷早餐会啦，包含个啥？县市的这第一摆的办平安报道会。甚至个第一摆伫市民广场敬拜赞美之夜，这样基督徒要伫人的外口人的面前做伙来唱歌阿罗上帝，有困难无？刚刚有点困难，对不对？敬拜上帝好像是要在教会，对不对？我跟你讲，这就是操练啦。咱基督徒的生命，咱要伫外口面，互人听见咱咧唱什么歌。我会记得这个秀英姐，秀英姐妹今仔第2摆参加，伊是这个金慧姐带来，
的一个慕道友，伊体会真深，伊对祈祷，伊软弱的中间，伫祈祷的中间，上帝听人的祈祷，伊豆豆咧人捌憔悴，伊今仔嘛甲我讲牧师，真实咧，我穿这衬拖，因为我的骹吼，我的骹无方便，我的骹即个脚踝的所在，咱继续为祈祷，我无要紧，我知影你的心。你期待就是来到教会，就是爱慎重，甚至庄严，我感觉一个人的心，伫个生命中间拢有第一摆。但是我相信，伊伫教会内底有听到无相款的歌曲。你感觉这个歌曲有好无？有啊！这个歌曲敢若让咱教会听到吗？应该毋是吧？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着爱将教会的歌唱伫外口，你着爱将教会的歌唱伫外口面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啦。教会咱咧唱歌毋是咧单纯唱互上帝听，搁较要紧是唱入去你的心内，然后伫咱的生活、伫咱的环境的中间。所以牧师看到这个故事，我有真大的感动。明年咱的圣诞节就爱行倒位，咱来行大桥里的社区。因为活动中心真宽嘛，对无？咱教会无遐宽吧？无嘛。但是咱会当安怎？咱行出外口面。每一个人拢大家做伙来服务咱的里面，我相信福音会传出去袂？会啦。所以兄弟姊妹，苗栗观音的第一摆，将用歌、用祈祷，甚至用这个敬拜的歌曲，甚至呢，因伫迄中间为着第一摆伫遐点圣诞的电火，那亲像咱咧点灯共款，点火，就是要互这个光安怎会当带到伫遮的民众的身上。所以因一切拢是要将阳光安怎归予主上帝。因嘛第一摆举办这个圣诞爱宴的这个爱无限的草地音乐会。所以其实我感觉歌曲咱会当将教会的人带到伫外口面的服务甲服侍，就是要互人看见讲信主的人无相款。所以兄弟姊妹，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讲啥物？讲大山会当刷开，小山会当牵刷，但是我的慈爱袂离开你啦。我的平安的约嘛袂离开你啦，因为这是怜悯咱的主耶和华上帝所讲。意思是啥？意思是讲咱人的看路唔免因为讲外在环境的改变，或是你家己身躯的痛痛，甚至失落你家己，你唔免为着因为你的失落，失落的生命而感觉到没有人爱你，唔免安尼想。你要想讲。主耶和华上帝怜悯咱的主上帝讲，就算外在环境大山小山会牵刷，对无？但是安怎？上帝慈爱永远袂离开咱。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圣诞快乐，上帝的疼，甲你三甲伫地。圣诞快乐，上帝的疼，甲你三甲伫地。所以，咱搁做伙一摆讲，我要对上帝话语中学习着用主的疼彼此服侍的真理。来，咱做伙来宣告来，我要对上帝话语中学着。用主的疼彼此服侍的真理。今仔日咱的圣经节清楚互咱看见，三个博士神学家，因安怎样？因伫看见天顶的星，伫迄个中间通看见上帝要搁一摆来救世间人，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诞生，要带互世间人的拯救。但是咱对圣经的内底，咱会当看见。迄当时犹大地的王叫做大希律王伊这个人伊是异党人他的生性是非常容易猜疑足了疑的人伊足惊犹太人会当家己的这个王位甲伊夺走所以为着要做王伊宁可伊嘛要将伊的太太甲囡仔杀死呢。所以咱知影这个大希律王伊的生性是足了疑的，所以当伊看见讲，这三个神这几个博士神学家，因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讲要生来做犹太人的王伫倒位啊？这个消息出来大希律王大希律王他是非常的怎么样？他非常的紧张伊讲希律王听见了，等安怎？第30节讲啦，他心里是快乐的还是不安的？他是不安的。所以耶路撒冷城的人嘛感觉不安，为什么？我讲系啦，阮的王若不安安尼阮要安怎会安呐？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你要有智慧。
我跟你讲，这是事实的代志。为什么？当咱台湾人若选择一个，互你会感觉不安的，就像安尼啦。了解无？希律王是这足够妖异的，伊无有智慧，伊毋知影讲原来这个要诞生的耶稣基督是要带互人心内底生命应该有的平安。所以全耶路撒冷城的人嘛感觉真不安，因为这个王听见一个无好的消息，这个消息会带来人民的不安啊。所以兄弟姊妹，对伫咱的生命来讲，毋若安尼。这个大希律王，伊搁招住这祭司长，甚至民间的经学士，然后甲因问讲：到底基督要诞生伫这什么所在啊？伊搁会讲哦，基督是啥？救世主啦！这个救世主是要出世伫倒位啊？因就回答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安尼记咧。好，这是米迦书内底所讲起。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这圣经在有几个真重要的重点。咱头拄看见，这个东方来的这个神学家，因所咧在意的是啥物？因所咧在意的是这个生命的救主的诞生，对无？但是咧，这个大希律王，伊是咧烦恼啥？伊是拯救的诞生吗？感觉这个基督的诞生是拯救的诞生吗？毋是，伊等到是烦恼伊的王位不保了。所以兄弟姊妹，当人咧看是救恩。但是当王伊咧看是伊的家己的私利，所以咱搁来继续来看落去，到底祭司长甲这经学士因的回答是啥？因的回答是啥？因安怎回答这大希律？因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安尼讲，伊就开始安尼讲落来。这段圣经在，这经学士甲祭司长因简单。讲起生伫犹太伯利恒，因无法度通了解到底这个基督的诞生是啥物。我等到个感觉吼，这个大希律王吼，伊听到这个神学家吼所讲的吼，是一个生命一个愿望，就是基督啦。但是这个神学家吼，咱若来注意甲看，因是避班哦，因咧避班哦，因为伊有基胎嘛，所以因伫基胎中间，因听见这个基督要来诞生。但是对这个大希律王，伊并不是安尼认为。咱来注意来看最后，当希律王伊暗示调这个博士来，然后甲伊问讲什么时阵的时阵，然后就找因往伯利恒去。然后恁就讲哦，讲恁就安怎？恁就去找着这个囡仔吼，找着了，来甲我讲哦，我好通安怎？去拜伊哦，咁真正是要甲拜。这大希律王，我感觉毋是要去拜。因听见吼，这神学士吼、博士吼，几位博士了，听见这个王的话了，就去啊。然后伫东方所看见的迄个星，忽然间伫因的头前大安怎？因就对迄个星来行。我感觉吼，这真奇妙吼！你看圣经在你会看到，这个星是啥物？是啥物人比班的？哈？是上帝比班的，这是一个无形的。但是圣经上哪的作者又特别记载这个，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上帝爱每一个追求伊的人清楚知影，追求上帝的人，上帝甲你指示啦，安了解无？所以你若无要追求上帝，无要亲像这神学家、这博士共款，要去敲找耶稣的诞生的时阵，你无法度敲找到啥？上帝要甲你启示的迄粒星啊！所以当这粒星互因看见的时阵，因就去行去到伫迄个囡仔的所在。伫迄所在，星就停咧。因看见迄粒星就大欢喜，然后入去迄个房间内底，然后看见这个细囝甲伊的母亲玛利亚就拍败伫迄个所在，然后拍开这个宝盒、宝盒、黄金、乳香甲月药。这三种的物件表示啥物？这三种的物件表示着一个真要紧的关系。啥物是黄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君王。耶稣基督是君王，代表的是伊需要上顶着一个王做王的人，伊配得啦，配得啦。所以为什么吼咱人吼，像那有的人伊真爱挂迄个黄金，我较早吼，即个我的阿嬷吼送我一条黄金我较早毋捌，细汉毋捌，较大汉的了，感觉哇，挂看觅，这挂起来无共呢，你有感觉无？有咧笑的人拢知影，你拢捌挂过，特别嫁出来的时阵，有无？迄挂一个黄金盘链，为什么？
代表不一样，是一种身份的不一样。所以这个黄金挂伫那亲像耶稣，伊是配得，因为伊是君王，是基督，是救赎主。第二，乳香是啥？乳香代表是献祭，代表的是伊要为着世间人的这个身份来献上伊家己，所以伊是要为着完成上帝的心意。这种的心意是啥？是好也歹？我讲，咱一生吼，乃当遵照上帝的心意来完成一生的生命吼，有欢喜无？我拢做想要了解，我到底我徛伫遮讲道有上帝有欢喜无呢？到底信徒有听入去无呢？有感动无呢？我会去想这个代志呢。所以，当咱伫生活上，咱咧对待囝儿，无论咱咧生活、走总、咧落落，咱拢爱思考，到底我有真实活咧，互感觉上帝看做讲哦，委员你做了袂歹，吼，你来到我遮的时候，我为你备办足好的遮个厝，互你住。迄种的心情是无共款的。所以兄弟姊妹，耶稣伊代表是耶稣，伊是上帝的囝，伊为着要完成上帝的使命，伊的迄条生命，所以咱知影，当耶稣去到即个法利赛人的厝，有无？然后迄个啥，一个查某人安怎用宝贵的即个香油安怎，单甲倒伫耶稣的身上来甲伊抹骹，甚至甲伊拭头毛。所以兄弟姊妹，咱来了解。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要献上生命，你要献上什么生命给主啊？还是你来教会是为了怎么样？是要彰显自己的？不是，神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把生命完完全全的交在主的手中。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乳香，抹药是啥？抹药叫做防腐剂啊，好，代表是啥？耶稣伊为着世间人。救赎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最后伊会死，伊经过死亡，但是有个我无，有个我。所以这抹药代表是耶稣，伊伫这世间上所互咱看见，伊的三个身份真重要。所以兄弟姊妹，伫咱耶稣诞生的日子，我毋知影你有咧思考无？主的疼到底要安怎帮助我？会当安怎做伙来服侍伊？搁较有气力，会当搁较有喜乐？搁较有毋忙无？甲你边仔兄弟看一下，看伊今仔日圣诞节有较快乐无？还是较艰苦？咱真正爱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好，其实咱嘛爱为着妙玲姐来祷告。就爱张了嘛咧甲牧师讲，牧师我毋知影吼，我的查某囝有法当度过即个圣诞节无？好，昨牧师去到伫伊的身躯边看见妙玲姐，其实她脸色非常好。好，我们为他祷告，因为他心脏因为有积痰，肺部积痰，所以他很难呼吸，手术完很难呼吸，但是他也很期待能够活下来，继续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都要为我们生命有软弱的，包含为我们赎会长老哈，会知影讲从昨开始吼，讲这胃吼，唔知影怎这个嘛是咧疼，好，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吼，食饭饱唔通啉伤济水哦。今天甲讲者。这个是很正确的一个观念哈，好，真的很少人了解。吃完东西真的不要喝流质的东西，它对我们肠胃不是好的。好，这个观念是基本的健康观念哈。1927年10月份哈，有一个第5次的叫索尔维国际物理学会，这个物理学化学研究会哈，中间内底哈有29位啦，有29位这科学家因聚集落来，其中内底吼，有即个居里夫人，中内底有一个叫做啥？爱因斯坦，这咱拢真熟悉吼。这内底29位的这科学家，因做啥物代志？因到最后吼，内底有17个人得诺贝尔奖啊，17个哦。29位因自己因伫遐咧研讨，但是最后因17个得诺贝尔奖。我感觉吼，咱信徒来到教会，逐礼拜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听真理，然后来体会圣神的感动。咱拢是咧学啥物？学生命要紧的功课啦。要安怎伫上帝国所赏赐互咱的生活、工作内底做一个啥？亲像遮的17个，中间内底有成就的人啊。所以兄弟姊妹，信主的人有福气无？
爱有无？爱有福气无？爱呢，毋是有尔呢，得爱一定爱有呢。所以兄弟姊妹，我拢认为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不管什么人，拢会当得到真大的福气，生命拢会当改变啦。好，香港的企业家叫李嘉诚，好，香港李嘉诚啊，这个企业家李嘉诚，伊要帮伊开30档的这个司机吼，伊捌伫退休的时阵吼，离职的时阵啊，拒绝李嘉诚什么代志？拒绝李嘉诚，互伊200万。伊讲啥？伊讲伊家己吼，已经有1000万、2000万哦，伊拢搁摕出来。吼，所以你毋免互我这200万啊！啊，这李嘉诚就感觉做好奇的，讲啊，你安尼甲我开车吼，安尼30档来，你是安怎有法当趁遮济钱啊？伊安怎讲？这司机伊讲吼，伊讲李嘉诚，你每一个月4000、5000的工资并无悬，但是我是安怎存着遮个钱？伊讲。当我咧开车的时阵，你敲电话吼，到一个所在咧炒地皮的时阵吼，啊，你咧炒的时阵，我就安那先煞买一点啊。啊，你咧投资一个股票吼，我就买一点啊。啊，现在吼，这1-2000万的资产我嘛有啊。这你讲啥物？甲你边仔兄弟讲吼，教会内底吼，逐款人拢有。甲讲啊，甲讲啊。牧师要讲啥物？你有咧交陪无啦？你有咧交陪无啦？你伫教会是咧敢若注意你家己，还是你有咧看别人无啦？吼，咱虽然是来教会是咧看上帝哦，但是上帝爱咱，毋若看伊，嘛着爱看咱身躯边的人，疼厝边亲像家己嘛。所以信徒、信主的人有2个真要紧的诫命，第一个诫命是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的上帝嘛，疼主嘛。第二个是啥？你着疼厝边亲像家己呢，所以兄弟姊妹，耶稣钉死伫十字架顶，这个十字架，这个直的这个部分是人甲上帝，这个坏的部分是啥？就是人甲人的关系啊。所以为什么牧师会邀请你，甲你边的人讲，甲你边的人讲，就是期待你毋通伫教会内底看到这边的人，我宁可莫看上好，毋是这种的心理，你的生命着爱无相款，兄弟姊妹。当你的生命内当对100万的人赚10万啦，对1000万的你赚100万啦，对着迄亿万的吼赚1000万的生命，这也是好的嘛，对不对？好啊，一枝稻草吼，伊无值钱啦。但是这个白菜吼，那伊就是白菜的价格。但是大闸蟹吼，这个稻草啊，这大闸蟹就是大闸蟹的价格嘛。可是呢，如果我们是跟着苍蝇哈，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进厕所哈，跟着蜜蜂就怎么找花朵嘛。跟着积极的人，我们就成为一个积极的人。所以跟着消极的人，我觉得你的生命就是这个软弱的、沮丧的。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咱的生命，咱拢爱常常思考，到底我来到教会，我有对主行无？我有对牧者行无？我有对同工行无？我有对咱的教会期待我会当来服侍的工作做伙来行无？甲你边仔兄弟讲，管理做伙来行。所以兄弟姊妹，有人讲人生啊，人生有3个大幸运的代志啦。什么大幸运的代志？读册的时阵拄到一个好老师，成家的时阵会当拄到啥好伴侣，但是工作的时候遇到什么好教练。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这个真有意思。中国中国每一当过年的时阵拢安那有足侪人无？因要返乡，我拢感觉我拢在犹豫，到底因是安怎倒转去因的家乡的因对最后这人真多啊，伊要安怎倒去？坐火车，若无钱通坐火车，人要安怎？伊干那乌多摆，甲骑脚车敢会使？嘛会使呢。我跟你讲因遮尔侪人你看因咧人车很多骑乌多摆伊嘛我当倒去呢，骑一礼拜伊嘛是骑倒去呢。行路嘛是行转去呢，所以前阵啊，这个啥，郭台铭伊的迄个公司叫啥物？富士康有无？有真侪员工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为裁员的关系，有无？裁员然后出去，伊免安怎行嘛是行转去。所以兄弟姊妹，无人做袂到的，只有你愿意做，有心你就做会到。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咱信主的人，
咱要了解，耶稣所予咱的生命是爱有疼的欲望，所以你的疼心伫倒位？你安怎运用上帝予你的疼？来，咱来看一个图吼。这两张青啊，有啥物无共款？倒一个时间倒一个活较久？你有个人认为倒手面，有个人正手面，吼。系倒手面吼是550档，正手面这是倒位？你毋知？在成大的校园内面吼，迄张大青啊100档。伫遮无需要甲咱讲啥物。当咱要用主的疼来彼此相服侍的时阵吼，咱每一个人拢亲像这青啊共款，有无共款的啥？格局啦。你的格局如果是在那个花盆里面哈，可能只是单纯的赏心悦目的艺术品。但是你的格局若是亲像正手边这个青啊，伊是安怎？他会造福很多的人即便他的伊的年岁无大啦，经验无介丰富啦，但是伊要游玩会当安怎？庇应很多人在炎热的夏天带来祝福，敢毋是？当然，牧师毋是咧讲艺术品毋好哦，牧师的意思是咧讲，这会当互咱看见一个人伊的生命的格局。如果伊的格局若是限制是伫咧框架内底，安尼我甲你讲，你的生命就仅此而已。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信仰的物件，你要安怎去看待你的生命？当耶稣的再来，伊的疼，伫这中间的时阵，圣诞节的时阵，你的心有欢喜无？你爱带着欲望。所以他拄牧师有讲，明年要来做这个工课的时阵，你的心毋通想讲，你若无啥人啊，咱教会都无啥人啊，牧师你想想天方夜谭，想济啦。哦，甲你边的人讲，你毋通安尼想。你若安尼想的人，你就是倒手边这种的，你的格局就是安尼尔。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真正爱无相款。咱看这图吼，咱看这驴啊吼，吼马啊伊伫安怎？伊伫遐去拔掉的有无？吼下底这图片这马啊吼，你看这驴啊，你看伊目睭安怎炸掉的？伊就是伫遐落落，但安怎？就伫遐说做伊应该爱做的工课。吼，但是你看这手边，这马啊是安怎？又自由无？又自由。你可能会讲，无共啊，牧师，倒手边的人迄较骨力，边仔遐吼，迄拢咧走撞，迄拢无咧做代志的。哦，你嘛会当安尼解说。但是我要讲啥物？我要讲毋是即个物件，我要讲的是，捌有一个故事安尼讲吼，有一个影片安尼讲吼，一只马啊吼，伊伫泥沼内面吼，啊大含热足深嘛，啊含热足深的时阵爬袂起来吼，边仔的人嘛足想要甲伊救起来，安怎救就是无法度啦。后来恁认为即只马啊要安怎会当起来？哈，一直动，嘿，毋是。后来这主人伊安怎做咧？伊招住一群的马啊，啊伫即只马啊，伫泥沼内底的马啊吼，一边啊开始说，一直说，一直走，啊走到最后吼，中即只伫泥沼内底的马啊，就安怎？啊，跳出来啊！为什么？有啥？要对因行。甲你边仔兄弟讲，人爱有目标啦。伫教会，上帝予咱有气力，气力要做啥？气力就是爱做代志啦。有气力的人，就是要做代志啦。啊，你若无气力的时阵，就是安怎？你就是软搞搞，我就是无法度。所以咱咧求上帝，予咱有气力，有目标，求上帝，予咱会当迄个目标来行。所以兄弟姊妹，有一个故事吼，这是这个黄炯荣啊，好，黄炯荣跟黄奇汉这个牧师这个父子俩哈，这个正手边这个黄炯荣，倒手边这是黄奇汉吼。因本身呢本身这个黄炯荣，伊本身过去吼有3摆坐监啦，吼，伊较早是过去30当前吼是被通报这个罗马啦，黄炯荣，吼。啊，伊的信仰吼，伊是对即个歹徒变做牧师啦，吼。总是伊伫这过程的中间呢，伊毋若入家，
伊嘛伫即个训练的中间，在帮助这经生人这收容人300个人的中间伫遐甲因讲福音，传扬福音。我感觉真感动，伊的故事安怎讲起呢？伊讲只要真心要悔改啦，连强盗嘛会变做传教士啦。所以，互我有一个足大的体会，就是讲，咱的教会，当咱讲耶稣为着阮来出世的时，咱的愿望是寄托伫上帝爱咱，嘛会使相款将即种的疼去甲伊分享出去，或是咱简单家己咧享受即个主的疼。所以兄弟姊妹，牧师一直甲咱鼓励讲，咱的教会，上帝已经将咱的格局。毋是放伫过去的迄个时代，咱到个703项的迄个所在，是有受限制。咱即摆格局是无相款的，所以咱的思想嘛，就爱无相款。他拄仔咱对楼骹，你即摆教会时阵，你有先看到一个较无共款的物件无？敢一个人看到？墙壁上的什么？奉献箱无共款，有无？为什么要安尼做？为什么要安尼做？为什么？恁看的时阵感觉安怎？有新鲜感。新鲜感要做什么？要让它有用处啊！什么用处？你们知道吗？中间我们在明年度，牧师有一个期盼，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个箱子它是奉献箱。有的人你若临时先走，但是牧师无希望安尼啦，无希望讲你讲即摆遐有奉献地，我即摆后壁我无爱去牵人安尼行平安咧，我著赶紧走，然后钱我甲奉献放入去就好，就紧落跑啊。牧师无爱安尼无希望讲设迄个设备是要互咱做这个动作的。迄个动作是因为你若有临时有代志，有的人伊平常时平日伊礼拜日无法当来，但是伊有一个感动，伊嘛是有爱奉献，伊会当来到教会将迄甲放入去内底，无经过牧师，无经过任何人，迄个所在是干若有咱教会会计，伊会当去拍开的尔。另外一部分有一个箱是要做，互咱会当做代祷卡。咱的代祷卡未来我们会有3种代祷卡。这个祷告卡是有一般祷告、一般代祷，就是说我可能需要什么样子的，可能生活、经济或者是很多不是很紧急的，这叫一般代祷。另外一种叫紧急代祷卡，譬如说你要手术了，很紧张、很不安，然后你现在很难过、痛苦的、很紧急的，你都可以把它列在紧急代祷卡。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祷告应允卡，就是讲你伫祈祷中上帝有甲你应允你爱安怎？你爱甲写落来。这个物件伊就做一个真好的记录。这个记录呢，毋是所有人会当看的牧师期待会当招住咱的教会，会当成立一个叫做祷告团体、代祷团。它就是不断的每天，甚至1个礼拜，它就是固定1天要来到教会祷告。然后来到教会祷告，所以牧师真鼓励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如果你平常时你可能你嘛无工作啦鼓励咱，你会当伫1礼拜中间开一日，来到教会，阮会将这个代祷卡需要的，阮拢甲整理好，然后咱开始做的时阵，咱用一个房间，互伊伫迄个所在来做祈祷。祈祷的中间，伊就看这个卡，为着这个人来祈祷。所以牧师期待讲，透过这个应允卡。不断的分享做见证，让我们的教会是在祷告当中成为神所喜悦的殿。所以兄弟姊妹，这个黄炯荣兄弟，伊本身伫背后，伊伫囡仔头一个囡仔要出世6岁的时阵，伊无看过伊的老爸。但是黄炯荣兄弟，伊知影伊的太太并无去放杀伊。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是受激励。伊讲伊17岁才新婚，囡仔出世无偌久，查囝出世无偌久，伊就被带到伫台南看守所。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经验到伊的生命需要改变。伫迄中间有一个伊的姐姐送一本圣经，伊开2个月时间，将圣经每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最后伊伫做迷茫的中间忘记讲，看见上帝甲伊讲，伊要赦免伊的罪。最后，伊伫无罪释放的中间，互伊看见讲，上帝真正听伊的祈祷。所以伫迄个中间呢，伊就感觉讲，伊的生命需要改变。
所以伫第一摆被放出来的时阵，伊就马上决志去洗礼。但是吼，人生游玩甲即个黑暗吼、黑道的吼游玩还佫有关系啦。24岁，伊还佫游玩佫一摆进入伫太原监狱，吼，这安尼是华人啦吼。啊，伊老爸过往的时阵呢，伊艰苦甲伊伫灵的内底吼，就抓甲上帝讲主啊，我真正爱金盆洗手。最后呢，伊安怎？30岁迄当吼，警方伫即个专案扫荡名单内底吼，佮看到即个黄炯荣弟兄啊，吼，被视为流氓的他哦，他一辈子在监狱里面来来去去。所幸吼，伊伫迄个来来去去的中间，伊最后伊逃到伫山区的一间教会，伫迄中间伊较逃过伊的牢狱之灾啊。这是伊上帝第2摆甲伊救，最后伊决心讲我要去念神学院，吼，一生的中间投入伫神学教育内底。兄弟姊妹，这个黄炯荣伊目前是桃园县平镇浸信会主任牧师，伊捌进入入去到伫台东的这个监狱10冬的时间，吼，帮助者的精神人，互因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伊的牧师娘吴进华捌安尼回答，伊讲对国中就甲这个黄炯荣认捌，到伫谈恋爱，也做讲伊家己的疼会当来改变这个黄炯荣啦。但是咧，直到上帝的疼改变黄炯荣了后，伊的太太较了解，需要主的疼，毋是需要伊的疼。兄弟姊妹，咱疼一个人疼袂落，是为着是因为啥？你有主的疼，也无，敢毋是？了解我的意思无？为什么咱疼一个人有当时疼袂落？你爱思考，因为你有主的疼无？毋是你有疼心无？毋是安尼哦。我头拄讲起，这黄炯荣牧师，伊的太太，伊后来安尼看伊的先生，伊的回应就是干那一句话：过去我是用我的疼在疼伊，也做我用我的疼会当改变我的改变我的先生啊。兄弟姊妹，当我们要对我们的家人传福音，不是用你的爱啊，是要用谁的爱？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有包容，上帝的爱有弹性啊，上帝的爱有智慧啊，上帝的爱有怎么样？有延续性啊。可是人的爱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保罗他说爱是永不止息？你要不断的去爱、包容、容忍，甚至不断的去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要如何来行出来。兄弟姊妹，这个黄炯荣牧师全职侍奉上帝30年，在这个过程的中间有10冬，伊的囝黄奇汉，伊本身看到伊的老爸嘛是安尼在帮助，伊的教会一开始无侪人，伊的教会一开始拢足少人，拢是老弱妇孺。但是当因开始去参与伫社区、学校，然后帮助遮个需要的大学生、小朋友，教会就开始有一群勇士甲精兵啦。所以早上的时候昨天中选是不是发烧？现在有没有好一点？一点点好。好，我跟这个中南他早上来，我说哥哥有没有好一点？他说有好一点。然后他随就带了一句话说：“牧师，哥哥晚上他要去看一场球赛。”我就说：“那他怎么现在还没来？”我说：“如果他晚上要去球赛早上没有来服侍神那他晚上不要去了。”我很严格牧师很严格你可以去玩，可是你服侍神的路可不可以随便？不可以。神喜悦我们的服侍跟奉献是要专心的啦。你听主袂当随便的，你唔忙想讲无人知呢。中学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没人知道？很奇怪，你弟弟就突然间早上就跟我讲这句话了。我一开始没有直接讲，我说中南，那你觉得这样可以吗？他说不行。那你今晚我不是要把他的，这是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跟中学的关系很好。他是很乐意、很愿意接受牧师给他的教导，
所以牧师希望不要让他落在罪恶里面，错误的服侍神的道路上。所以兄弟姊妹，阿摩司书第3章30安怎讲？来，咱这回来探哈。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个黄兴汉牧师跟黄炯荣牧师爸仔囝，因就是安怎同心，就有法度通同行。所以咱信徒要伫主的听内面彼此服侍，咱若无法度通同行，是因为什么？无法度通同行，是因为什么？无同心。伫家庭的内底，咱会想讲，我期待我的囝，期待我的查囝，期待我厝里的人帮我斗做什么工课，但是因就是无要甲因讲，因就是无要做，是因为什么代志？有同心无？无同心，所以无法度通同行。若无法度通同心的时阵，要安怎做？怎么做？你要为他祷告，好，时常跟他对话。如果你很少跟他对话，那你求神给你智慧，互你有智慧，较侪跟你的囝儿沟通，建立好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去跳脱我们生命当中的限制。所以这对爸仔囝因讲，下一代的儿子尊荣上一代父亲，上一代支持成全下一代的旅程啊。好，所以我感觉这真重要。咱在这些社会青年。做儿女的一定要学习尊荣你的父母亲。第二个，父母亲一定要懂得成全支持你的下一代。好，这是真重要的一个过程哈。所以上帝听通过耶稣的诞生，好，互咱人的生命，互耶稣安怎更加的生命教导，甚至互人领受这个福音，是因为上帝伊做老爸知影讲我的囝耶稣伊伫世间上。伊通过伫咧中间，互耶稣有智慧，然后祝福伊，互伊会当伫人的心上带来真大的祝福。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每一个人拢爱常常思考，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付上生命的代价，用牺牲的生命来摆上，我认为你真恶得会当了解耶稣基督的疼是什么。我再说一次，耶稣基督的疼。为着唔是简单，互咱会当得到平安，更较要紧是要互咱的生命会当真实去认捌到，我们的生命也应当要学习耶稣一样，领受上帝的使命，然后在这世上学习懂得去教导，帮助有需要的人，让他们领受福音啊，像这个秀英姐妹一样，好，对不对？让我们一些慕道友，让很多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所以在明年度我们会在过完年我们会开始，我们会来执行一个行动，就是只要你是刚加入我们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礼拜结束后，牧师还有新天老师，甚至有几位你已经读过圣经几遍的信徒。好，牧师邀请你跟着牧师，我们的团队，我们要来做陪伴陪读的工作。陪读要安怎做？就是咱伫礼拜刷，然后咱就是单独伫牧师的办公室，然后我们会跟你做对话，好，让你了解明白。我们会有一些词语，重生是什么？基督徒很常讲重生诶，顶头生啊，有当时你听牧师咧讲听，重生这是啥物件？你嘛听无？嘛无人甲你教，你敢会晓？你拢永远袂晓。所以牧师期待讲，咱会当通过陪读，帮助我们的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信徒，学习在亲近教会、亲近神的时候，能够得着生命的陪伴跟造就。所以请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那感谢主，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学习，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帮助我们的下一代。那我特别感谢神，让我的孩子。特别是泽恩泽恩最近牧师有非常大的感动，是看见神在他生命当中行了很多奇妙的计划。我们知道我的孩子泽恩他不太会表达，所以他有些时候他不太会袂晓表达的过程的中间，就会无小心去讲伤到，因为伊袂晓表达但是伊感觉这代志袂使安尼做，所以真容易去起骹动手啦。
若起卡动手我嘛常常听到伊的学校老师啦、安亲班老师啦，拢会甲我讲这个代志。所以我常常甲我的囡仔讲，你伫学校你要去邀请朋友，跟人家建立关系。爸爸，可是我去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讲可是他们都把我拒绝啊，也表达的意思是安尼啦。我讲哪呢你自己你有没有学习讲清楚一点啊？最近我发觉我的囡仔泽恩哇，很大的改变是从他的成绩的改变。他的成绩怎么改变？他以前这个数学很低，因为他听不懂，然后他不知道人家表达什么，他从那个不及格到现在已经到70几分了，我说很吓一跳。甚至听写他从听不懂的到现在这几天突然间我跟我讲，爸爸，你知道我今天听写考几分吗？我就很期待说，你怎么会来找我？他就说，我说几分？他说98分。我说感谢神，但是你要学习感恩，要继续努力，你不要因此而满足。神很爱你，然后他就笑笑的，很开心的我要讲什么？下一代孩子，他学习尊荣上一代，你要让他看到你是配得尊荣的。我们的耶稣基督配得尊荣吗？尊贵的荣耀吗？配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长者也要有这种身份。你有没有配得让你的下一代感受到你是配得尊荣的父亲或母亲？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习不是只有支持下一代，用金钱来满足下一代，他就会尊荣你，没有那回事。一定要先把你的身份格局先做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做生命的突破跟帮助。彼得前书4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咱这位来读。上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听，因为听会当遮砍罪过。所以兄弟姊妹，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我们不用因为害怕人的罪、人所犯的过错而害怕，不用。我们要去想的是，你的心、你的生命有多少神的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更多的突破，在主的爱中学习彼此服侍。约翰福音15章12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们彼此相爱，这是耶稣的命令，不是牧师所说的，而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也要学习怎么彼此相爱。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感谢，在圣诞节的节期，各地都在庆祝圣诞节的欢乐，享受世俗上的物质与享乐的时候，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来享受主你的疼痛。你用你的话教导阮，帮助阮，互阮更加明白，阮的生命要安怎样伫主你的疼内底彼此相服侍。恳求上帝你搁一摆用你的话语来帮助阮、激励阮，互阮的生命是真实、切实来活出一个听主的人应该爱有的生命的品质。恳求上帝你改变阮，互阮学习无得见效，只有单单将阮的生命单单自神看主。上帝你要互阮有教育的气力，带互阮生命永远我的快乐，互阮的生命真实为主你来报传福音。特别我嘛要为着伫软弱痛痛中间的满足者甲妙龄姐妹，因伫软弱的时，伫身躯病痛的中间的时，急其需要上帝你施落你医治的膏油膏抹伫因的空喙，嘛勇壮因的信心甲气力，互因会当更加有气力、有愿望，继续来往头前所查的表来迈进。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搁一摆用你的话来激励阮逐人的内心，嘛互阮伫今日伫圣诞节，无论下晡到暗时报佳音的过程，愿拢拄着每一个无道友、无熟悉的人，愿拢着抱着欢欢喜喜的态度，将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传到伫因的心上，甲因讲：耶稣听恁，主听恁，愿恁平安。愿上帝平安赏赐互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
所加圣歌队要带领咱来献圣诞主日的第2首诗歌，歌名是《歌颂贺圣诞》。圣诗145首，请起立吟全首。我
坐，大家来奉献。请起立。我将所有献给我主，是甘心乐意奉献。我要常常听主歌主，甲主撒真高言话。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奉献，天父听我尊贵求主，我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给我主，让你爸爸主面前。世间快乐，甘愿起散，求主这将我收留。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奉献，天父听我尊贵求主，我所有奉献。做伙来奉献宣告。我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生，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心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公道，公道的事项伫个周报的内页。咱三甲开声来祈祷。下里我们的心和感，我们并求你的心，主啊，我们要不断的宣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喜悦。主啊，我们更需要在你面前传神，让你不断在我们当中生命的作为，用小奇妙的机会，让我们不断的在经历神当中来看见神的能力。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让我们能够在信号里面、信心的宣告里面，会看见神的荣耀，建造的教会成为荣耀神、传递福音道的殿。主啊，我们就小用施主爱的天父上帝，因为你的怜悯，互耶稣出世，伊用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伊牺牲的疼，互阮知影，阮毋是孤单的，阮是有疼，阁会当疼人的。阿门。当阮兄弟姊妹身体软弱、身心受捆绑的时阵，既然两三个人用你的名来代祷，你就要来听。即时求你
伊伫个圣手来望着需要你的人，甲因讲，我伫遮，拢免惊。是，感谢主。我们也要为着儿童、青少年事工来祷告，求天父上帝让老师和童工有大大的智慧和包容的心，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也能够靠主强大，在你所预备的道路直直向前，不退缩。也求你看顾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耳聪目明，能够得主爱，跟学习能够爱主。阮也为着教会人命增长来祈祷，圣经是你所赐，求你温柔阮的心，互阮愿意逐日来看圣经，听圣经，互阮伫福音的道路会使对你同行。安尼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消息通知第一点，伫今仔日是庆祝圣诞耶稣降生的圣诞主日，愿上帝永无止衰的疼，充满伫咱的心，伫亲属上帝，安那听咱的时，每日生活中尽力爱主爱厝边。来回应上帝的听，祝福大家圣诞快乐。第二点，一几个事工分配表已经做好势，请服侍同工伫一楼的招待处来领取，并且留意服侍的日子。若是有无拄好无方便的时间，请家己私底下甲其他的同工来协调调整。第三点，今仔日暗时要举办圣诞的爱宴，甲社区的报佳音的活动。爱宴的时间是5点哦，咱4点半就会使提早来教会备办啊，请家己自行携带碗筷哦，来爱环保爱地球。然后第4点，12月27日，就是后礼拜三9点要召开第11届的小会会议，请小会同工会使准时来参加哦。第5点，12月31礼拜的暗时哦，是今年度的上尾一天。伫暗时的8点到9点半，要举行跨年的祷告会哦，邀请兄姐也是同工拢会使做伙来祈祷中，上帝来献上咱感恩的祈祷。伫新的一冬，嘛求上帝会使领受上帝心意蒙福的意向。第6点是2024年的年历啊，已经伫咱楼骹1楼的招待座，咱一号是一份欢迎来索取哦。以上，咱来读经句。地极观的为荣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章14节。来，
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吼。咱伫今仔日吼，因为咱有活动哈，暗时啊，所以咱今仔日小组吼暂停一摆。等下咱邀请咱行动较方便的兄弟啦吼，咱做伙到伫1楼的迄个阳台外口面遐，将这桌啊吼，甲伊搬出来，然后拢甲伊切落清气，放伫即个咱的副等的所在吼。再是甲咱补充。另外就是咱的年龄吼，年历吼，一户一个意思是讲，因为旧底咱拢剩真多啦。牧师想讲吼，咱即马改变一下，你厝里若假使有囡仔吼，伊是已经出社会住伫外口面的，有需要你嘛会使客，吼。比如讲你有2个囡仔伊外口住伫外口面，你嘛当客一份，加客一份互伊，吼，这你是会使的一个吼。嘛请咱注意一个。另外咱下晡吼，咱是5点哦，毋是5点半哦，因为牧师有诶，我拢甲伊讲5点半吼，是讲毋对，是5点开始啦吼。所以请咱准备者，就是讲，咱请咱吼拢家己摕家己的碗筷，摕咱家己的碗筷。如果你若无方便的，咱若无方便的，咱较搁用教会会免洗碗筷就好吼。好，另外咱伫各种菜啦吼，因为咱的各种咱每一个人所提供的都不一样啦吼。那我牧师嘛邀请咱吼，咱如果较爱食的吼，毋通拢一直食迄个啦，了解无？我感觉这是一个礼貌啦，礼貌嘛是一个较好的方法啦吼。卖好食的你一直食，迄无食迄嘛偏食啦吼，你嘛较毋好。所以邀请咱吼，咱逐项拢去用者就好，嘛迄你爱咧一直摕足济，这不好的习惯啦吼，我们不要这样子吼，嘛请咱特别注意者吼。好特别吼，因为嘛有诶学生牧师拢有邀请咱的拜二的聚会，这学生来参加，所以咱今日若是有拄着这个青少年，也是无熟悉，你无解释平常礼拜日咱无看到的，咱拢会当主动去改做一个请安啦吼，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这个是邀请大家特别是咱伫7点，咱7点要出发去报佳音，咱会对后壁这个养护中心这座行吼。所以咱是先对遮去，然后所以咱有，因为咱的礼物有分哦。咱一开始是沿路这厝边隔壁是这个圣诞糕，然后圣诞糕分了后，咱较分糖啊，因为迄个部分就是较后半段啦。但是圣诞糕是务必在我们所以咱是圣诞糕是拢爱起电铃的，我们都是要按门铃的。当圣诞糕发完了，我们就不按门铃了，我们就变成单纯看到人就送给他糖果，了解不？因为圣诞糕是因为我们要敦亲睦邻，这些弟兄姐妹咱的邻居拢无甲咱做什么款声音啦，还是讲什么咱聚会上的搅扰啦所以我觉得这些邻居也是蛮包容我们的，所以咱伫圣诞节的时阵咱给这圣诞糕可以感恩就好，嘛请咱注意。所以原则上我们是从这边2队一起出去。从这个公寓，然后走到那个巷子口以后，第一个这个几街？3街这一组咱请年长这组的对牧师行，另外是2街3街搁过迄2街就是对治安行，咱刚才这2条路尔，然后我们就往这个中华路走，然后走到那个火车站集合，然后第一队的咱拿1街。3街先到，咱就先先等，先分糖啊，若是有人来，咱就是赶快先报佳音。等到3街的人到了，我们就一起唱圣诞快乐歌曲，然后之后我们就在那边拍一张照，我们再做回程，从大桥国小这边，然后从5街回来，这个路线先让大家了解了邀请大家咱若厝里有孙子的，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问一些他们本身没有再来教会参加聚会礼拜的，那他们说这个报佳音好不好玩？他们说很好玩，可以突破自己跟不认识的人，然后很简单，还有礼物可以送给他们。这是一个真好的动作啦请咱注意。另外就是下礼拜天咱教会有办这个跨年祷告会，我们是在8点到9点。跨年祷告会有的教会是用暗时11点，迄真正跨年的。迄种较忝。对咱来讲，咱教会会友的性质无适合，所以咱是用8点到9点。牧师期待啦咱是伫旧的年要过，咱是新的年要来的时阵，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用祷告，
一起安静心。好，我们整场都是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也有诗歌，我们一起来唱。那让大家能够在平安感谢当中来向神求告神，然后请大家也能够一起来参与。好，那另外在这边牧师也要来介绍新朋友啊。那首先谢谢欢迎这个明宏兄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拍手欢迎他因为今麦较行动无方便啦等下若有需要，你有参加暗时，若有的话下晡会当留到家就好，留到教会家休息。咱嘛这个包伟弟兄我们再次拍手欢迎他。那个包伟弟兄要常回来牧师才会永远记得不然有时候牧师也会宕机啦包伟弟兄他本身是香港人所以他在讲话你们就稍微留意听看看也可以学习听看看他本身都在台湾住在我们教会附近那我们也彼此认识了解有没有牧师没有介绍到的？好，没有的话那我们也继续为满竹姐还有妙玲姐来祷告，那求主纪念，求主医治保守。还有迎接之书迎接之书嘛是咧写游记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软弱当中是需要保守的心，那特别透过祷告，我们如果有正确的健康观念的教导，该说的也是要说了帮助他能够用最快速的方法回到健康。那一起来敬拜神好，咱这位起立，我们一起起立彼此问候，我们请安问候，说圣诞快乐啦我们说圣诞快乐，平安，圣诞快乐，平安，圣诞快乐，平安，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明宏兄，欢迎你，好高兴看到你，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好 ，OK 加油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包伟兄，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有，等一下圣诞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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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安节，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孩子晚上带来是，好 ，OK，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英琪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聚会，听互咱自己做聚会。咱游玩徛咧，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赐福以前，咱做伙来吟上英的诗。上英的诗389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俄勒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福万本，一定现在地的万民，愿万恶龙被行星星。阿门。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赐福，愿恁平安伫上帝恩典中，唔但领受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嘛耶稣要来为着咱来诞生的时，咱的心中就常常纪念主的疼，将这款的疼伫彼此相服侍、相疼痛、相分享的中间，来见证咱是主的学生。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